中国要举办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前国民党主席洪秀超是走去北京要参加，国民党就驳回讲是伊个人要去。包含领导人金正恩甲罗西亚总统普京嘛要去参加中国阅兵，这是66冬来中国北韩甲罗西亚3国领导人各在同台。不管客运今仔日搁增加包含台北到高雄等等8条，中南部的路线拢要搞出来，连带嘛要自添95驾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明仔载就是9月初3军人节，咱的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有亲身去参加这国军的表扬大会，颁发186个奖项勉励官兵。另外，赖清德也讲到，咱9·2海战甲8·23炮战会当胜利，强调就是因为有团结来对抗侵略甲坚定的实力。93军人节要到，总统赖清德初2亲身出席国军表扬大会，颁国军楷模顶186个奖，包含真济伫台海战线作战的部队，鼓励官兵的士气。针对中国去年派出超过5000架次的中国军机，结合中国军舰侵扰台湾，这届得奖人员就有空军的 F-16V 飞行员、甲海军、甲飞军舰的官兵，分享因保卫领空、守护海上领土的经历。我们尽量就是以上级长官的指导，他们会做广播式的驱离，那我们飞行员不会做任何的回应。军舰跟共舰的应处嘛，对。我们平常就是在船上训练有素，所以就是按照舰上长官的指导来应对。另外，陆军接种地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去美国受训的政治教官得奖 ，M1A2T 特别成军，代表陆军装备转型。针对中国后台海情势更加紧张，赖总统勉励时讲到，对2战胜利到9·2海战，一个8·23炮战上宝贵的教训，就是团结一定赢，侵略一定失败。9·2海战以及8·23炮战的胜利，更证明了真正的和平是来自于团结抵抗侵略的决心和坚强的实力。也那中国要举办93阅兵，外界解套有军事扩大，抢抗战胜利为举权。前陆军司令李湘洲强调，抗战胜利是引导中国上好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强调公理正义的正当性，国家的主权永远不在我们的手上。针对中国最近几年对台湾军演，李湘洲分析，中国和机场无法度运作，电子侵入超商的任务，引发的冷杀效应对个人的影响，是比当兵军演的硬杀效果更较好。国防部初2是发布，侦测到10架次的中国军机侵扰台湾，也将中国初5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的 ADIZ， 国军严密应对处理。公司新闻参报道。因那中国明仔载讲也要来举办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仪式，咱中委会就强调讲，这是中国乌白要硬熬历史、强化一中原则的作为，呼吁咱的国民是唔通去参加。因过前国民党主席洪秀超也阁有中常委何应罗，有关是走去北京要来参加这个阅兵，国民党就出来驳回讲，因无代表党，是因个人要去参加。中国9月初3就要伫天安门庆祝2战80周年阅兵，陆委会已经提醒真侪摆，讲这是对方想要乌白改历史、强化一中原则，进一步消灭中华民国。但国民党前主席洪秀超初2正式以政治暗都已经到北京，强调家己捌做党主席，有责任爱延续这段抗战精神，表示历史袂当袂记住。讲伊当初若毋是国共合作，那会当保全中华民国。比较遗憾，他还是选择前。那么因为洪秀柱曾经是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所以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跟这个相关的机关来去做研议有没有涉及到相关的跟中共的这个党政军有一些进一步的合作行为？那这个必须要等到整个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去做严处。对洪秀超敢有违法，陆委会表示讲无法度完全来论定，虽然那也是紧急切割，强调讲前党务人士的立场并不是即马党的立场，但是确定名单内面除了洪秀超，中常委何应罗人嘛已经伫北京，新党是正副主席吴成典、李成峰，含前立委周关章嘛已经受到邀请到北京。另外，台大教授袁启正嘛高调出现。
参加这个也是两岸和平交流的一种方式啊。我起码支持是和平，不要战争。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在我内心里面只有2个想法：台湾同胞不能置外于中华民族嘛。第二个理由是两岸啊，目前这个情况，两岸是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个人参加中国的9·3阅兵，外交部表示讲，唔那是违背台湾的主流民意，嘛袂当代表台湾全体人民的立场，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伫国际社会代表台湾。去参加的各国元首国际名声都不是很好，展现中国以军事武力主宰这个地方、破坏和平的这样的感觉去参加像这样的一个阅兵如果是政治人物，他们形象并不会有一个正分啊。外交部批评讲，中国是欧北介二战的属性，嘛强调所有支持和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个人，都应该避免对国际社会放出错误的信号。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参加明仔载这中国阅兵仪式，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伫咧昨也已经伫咧北韩首都平壤坐伊专用列车太阳号出发。今仔日是对中国的辽宁丹东入境去到北京，而且咧罗西亚的总统普京嘛是会去参加这个阅兵仪式。这是66年来中国、罗西亚甲北韩的领导人搁再共台，有可能就是要来展现做伙对抗美国在西方国家。金正恩坐伊坐绿色风单专用列车太阳号对平壤出发，初日透早专用列车对辽宁省的丹东入境中国，下晡到北京。北韩国营媒体刊出相片，显示金正恩伫车顶的办公室开会，车厢内有茶帮的壁甲金色的徽章。这段路程超过600公里，列车有10节到15节的车厢，除了办公室，还有通讯设备、餐厅，也在医安甲医护人员，阁会当载2架中架变速。金正恩这次是为着去北京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3伫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规模阅兵。拄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罗西亚总统普京也会出席。时到是习近平、普京甲金正恩3个人头一届做伙出现。罗西亚官媒阁预告金正恩、普京会分别坐伫习近平正平倒平重要的位。另外，伊朗的总统也会出席。发生分析师叫做是动荡得心的中国、罗西亚、北韩、伊朗4国的元首拢到，展现对抗西方的团结心。中方愿同支持彼此国家发展振兴，坚定维护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市场。习近平初日伫北京继续甲普京会谈，强调中国甲罗西亚关系经过国际风云变迁的考验，会久长的亲像好珠边协好，合作共赢。普京也讲，两国关系是伫历史上毋捌有的高水准。前一天的上海合作峰会，德联原底甲中国关系无好的印度总理莫迪也出席，佮宣布恢复印度甲中国的双边直航。伫美国高关税冲击的这时阵，中国甲罗西亚佮印度的领袖共台，放出意义重大的政治信号。专家分析，习近平透过上海合作峰会甲大型的阅兵，吸引20外国的领袖共台，互相对提两岸实力，想要互北京发起来亲像对抗美国一边主导国际秩序的稳定力量。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坐专机对波兰飞去保加利亚，要降落时阵，这电子导航 GPS 信号那像是去受到罗西亚干扰，害这专机是伫咧空中加设要1点钟，好佳在这机长听地面的指示有安全来降落。但欧盟也宣布讲要部署更较侪低轨道的卫星，加强侦测这干扰。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为了要加强团结和强化防御，在欧盟前线7国进行的访问行程，专机31对波兰起飞，准备要降落在保加利亚中部城市普洛夫迪夫。机顶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信号，疑似是受到罗西亚的干扰，造成飞行机在机场的空中等设要1点钟。技术上尾是照地面航管的指令，才安全降落。亲像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显示讲，保加利亚的东部和中部和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希腊部分的地区，伊当阵拢是伫咧用红色标示出来的高强度干扰信号范围以内。欧盟发言人波迪斯塔初一表示讲，这是罗西亚定用的威胁和恐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是反驳讲，这是错误的消息。We are, of course, aware and used to somehow to the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s that are a regular component of Russia's hostile behavior. Of course, this will only reinforce even further our unshakable commitment
to ramp up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保加利亚的航空交通局指出讲，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了后，亲像 GPS 信号干扰的意外是常常发生。经过波罗的海、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3国研发的航空公司，加起来已经登报几万件这种事件。后面各国政府是警告讲，罗西亚一直增加的 GPS 干扰行为，恐惊会造成重大空难。因这等于是互民航机伫飞行的途中失去导航的视野。后面负责国防的这篇委员库比柳斯初一宣布讲，会伫各地球轨道部署更较侪卫星，来增强侦测 GPS 干扰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冯德莱恩31日对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内面指出讲，后面会照顶个月各方伫美国白宫达成的共识，伫俄罗冲突结束了后，派兵进驻乌克兰，规模会当到几万人。美军会提供指挥控制系统，进步侦查者支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拜一是美国的劳动节，各地劳工是隆重发起上沉重的抗议活动，要求要提高基本的薪水，而且也来指控这总统 Trump 唔保护中产阶级，唔保护劳工，所以也呛声讲叫这 Trump 就要落台。每年9月的头一个礼拜一是美国劳动节，全美国各城市，包括纽约、洛杉矶、加芝加哥等，拢总有清场抗议活动。示威游行者诉求工人应该比亿万富裕人较重要，并且谴责川普的劳工甲移民紧缩政策，致使工人大量流失。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今年1月到7月底，拢总有超过120万的外国移民，其中包括非法居留甲合法居民，为劳动市场消失。Right now,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he federal minimum wage is $7.25. There is nobody in this country that can live off $7.25. If he really wants to support workers, that's the first thing he can do. Lift it up for everyone. All work is important. What scares me the most is that there's not more people out in the streets right now, every day and every weekend. And I want my weekends back. 另外，也有几多摆的倡导工人权利的示威游行者，提票据去纽约的川普大楼外抗议，并要求川普落台。因讲，因为川普无保护中产阶级，嘛无保护工人。We don't start standing up now. We are not only going to be fighting billionaires, we're going to be fighting trillionaires. In Chicago, we reject a billionaire's tyranny on our city. We reject a billionaire and his cabinet of billionaires who take from Medicaid, who defund public education. 但是已经79岁，川普健康问题一直是各方的焦点，甚至伫网络传讲寿命敢若剩半年，也是已经死啊！伫劳动节假期，川普互人翕到出门去拍高尔夫球，各地各地的社群媒体大文讲，伊毋捌亲像即马遮尔好过。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台北转运站国共客运的月台离峰的时间，等待坐车的人无多。国共客运伫初二发出新闻稿，讲这个月初8开始会搁停驶8条长途的国道客运，包含台北往南部、桃园往高雄，抑搁台中往南部等8条路线，已经由公路局核定。9月初8饭店开始由通联客运来接手。每个月都搭3、4次。会担心说，如果他也申请到你们这一条，会影响你们？我应该不会，因为通联的可以做啊，国光很好啊。它的优势是什么？它优势安全啊，舒适安全啊，比较守规矩啊。公路局表示，8条路线有6条是依次原底班表，不过台中到台南，又有桃园到高雄，载客量甲公路道的有重复的班次，初期会使必要需求的班次看情形才搁加。公路局也正是除了8月底到今，已经核定停驶14条路线，国共客运搁申请停驶6条，真侪是中南部的路线。就是这一次14条有相关的，那些驾驶员是158位，158位，那有63位的呢，是留任，那95位的是资遣。针对国共客运伫半年内2届万发薪水，今后贷款阁有新台票20多亿也未行。公路局表示，除了国共的薪水发放，阁有赛车维持服务的水准。但你所用疫控机制，影响国道客运对疫情了后，因为民众坐车的习惯转变，也阁有客生少、司机欠工等等的挑战。交通部长陈世凯也要求公路局对国道客运的路网进行检讨，调整路线、经营形态全体来规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新的经济部长金明欣上任，讲到今年按照进前调整基本薪水的算法，有可能这薪水是会增加到4%这么多，认为这款算法需要来检讨。劳工团体就认为讲，无应该安尼化改就改，嘛无应该去影响到劳工的权益，是政府应该爱来半保护这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才对。今仔日工业总会也来发布2025年工总白皮书，呼吁政府得爱起薪水，唔通来起电钱。工总理事长潘俊阳调集人标风声带头，工业总会伫新任内阁上任第2天，发表2025年工总白皮书，提出35个议题和138项政策建议，对新任经济部长金明欣话话：我们工资给他调是合理的，电价绝对不能调，因为电价一调啊，民生的生活的问题都来了。对9月小年刷到要来的上届工资审议委员会和电价审议委员会，工业界是发出起工资卖起电钱，因为受对等关税的影响，市场顶现电子业较旺，团产相对较冷。因为最低工资它是一致性的，它没有办法就是说个别产业有不同的最低工资，那关键就是在这里。但是每一个产业它今年遭逢的景气落差非常大。金明欣嘛表示讲，电价审议资讯搁在收集，不过对上届公司顶检视的公式，因为照过去的共识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逐夜反映，经济成长率是劳资共享，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 4.45%，明年工资的调幅有可能到 4%。劳团是话话讲，已经实行这么多年来的审议制，袂当凊彩变动，劳工的权益嘛袂当因为安尼受损。我们不认为美国对等关税的影响就要去变更所谓最低工资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协商的一个共识，而是应该仿效疫情期间的时候采取政策性的一个补贴。里面啊，它有要参采国家的总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各业产业的发展状况，所以在这个地方去做考量，调的弧度可能就大家要理解。不过，包括区准安和台大各法所的教授辛炳良这学者拢提醒讲，上届工资本来就无固定的公式。除了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应该爱参考采用的指标，另外经济成长率等其他的因素，拢是会当参考采用的指标，无必要修改计算方式。是伫审议会劳资双方拢提出论述，调整参采的比重，才当得到合理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人去食这细烤啊寿司，乌白将槟榔放伫台顶的盘仔，甚至是有囡仔乌白对这寿司来配喙烂，引起真大风波。即马又搁有台中的网友讲，伊去食细烤啊寿司，发现有囡仔举箸甲人夹着这台顶的盘仔甲寿司啊，煞要甲这盘寿司摕落来食，互伊继续伫台顶咧洗。因那业者是表示讲，已经有专门来消毒，会搁加派人去巡视。台中的食安处嘛讲，会派人去稽查。有民众到台中这间寿司佬用餐，食到一半，竟然看到隔壁桌的细汉囡仔伸手头的自动断食台。画面中，细汉囡仔的箸唔拿当三文鱼寿司，佮甲寿司塞到后壁，再佮甲箸收倒转来，互三文鱼寿司继续伫断食台顶洗。这个做法，隔壁伫用餐的民众看到，甲翕落来大上网，讲三文鱼寿司卡条的，教育嘛卡条的，好甲在家己无摕点管的寿司。在公共场合做这种事情可能不太好，可能就是需要家长还是管制一下比较好。我应该会跟服务员讲一下，对，因为有点不太卫生。在夏季的话，最怕就是说这些杆菌的传染，像是紫褐杆菌、沙门氏菌，然后霍乱弧菌等等。代志发生了后，寿司佬紧急发声明回应，第一时间已经对相关的输送带餐具全面清洁消毒，会透过加派现场的巡视人力，强化店内标示甲广播，也甲研究输送带的系统安全设计做改进，降低人为接触的风险。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已经主动落案，会派员去稽查。食安处强调，若查获业者未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落实相关管理，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若复查仍不合格，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看演过类似的食安记录也未少，有消费者甲家己炸的槟榔放起哩断食台，再个录影传起哩网络，啊，个人甲动物盘放伫导游底下翕相，有囡仔甲断食台顶的寿司配喙烂，引起消费者的重视。这业者要安怎维护提升餐点的卫生呢？
在这个餐点上加盖，只是增加了恶作剧民众的难度。希望从业人员能够对转盘上的食物能够多加关注。消基会执行董事表示，比起政府定规范，不如业者加强人力看顾，虽然会增加人事成本费用，不过相信消费者也是愿意加开一撮钱，换食品的安全甲卫生。记者采访报道。美国佛州的国家公园因为外来种的缅甸蠓蛇去危害到这原生的物种，所以即阵伫咧园区内底有设置机器土啊，无论是外观、动作、气味拢袂输真的共款。所以若是感测到这蠓蛇互伊生出来啊，得赶紧来通知人员来掠蛇。关伫有细网的笼仔内，敢若是一只兔仔，详细看是一只会射来射去的兔仔布翁仔。这是一款美国科学家研发的机器兔仔，也是佛罗里达州用来平衡生态上新的科技。官方表示，当地外来种缅甸大蛇实在伤济，已经吞食当地真济原生物种，所以为今年热天开始，伫园区内各设置120只机器兔，希望用啥会通掠到这大蛇。The Burmese python has decimated a lot of our native wildlife in the Everglades. In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we're up to 95% reduction of fur-bearing animals in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and that problem has radiated out into the surrounding natural areas. 蛇上爱食的就是身躯有毛的鸟啊，也是小型哺乳类动物，所以官方特别选用那亲像真的拉马兔来做字，伊的外形、动作、甲气味、甲兔仔正共。蛇好生出来了后，监控录影机就会发出信号，通知工作人员去掠。So we're trying to attract or lure pythons to come out from their hiding places and come to us and aggregate into localized areas where they're easier to detect and then remove. 佛州动保单位指出，伫当地真侪缅甸大蛇，真有可能是互人饲来做宠物了后野放，也是脱逃走来去野外。为1980年代开始大量侵入佛州的南部，对当地野生动植物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地质调查局上新的报告估计，佛州即马有几落万尾缅甸大蛇，其他机构估计可能有30多万尾。即马机器兔会当帮助生这的大蛇顺利甲移除。伫日本湾仔类似的装置，因是用机器野笼来防止野生动物入侵。这种机器野笼也会使红光，佮加可排噪音，也会自动断摄头的装置，会当用来行走影响人类生活的野猪啊、野熊这的生物，佮袂直接伤害到因。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再来看到全世界上界细只的正水龟，在出世的时阵，敢若2块人类的指甲这么大只尔，结果敢若会大到10公分。主要是分布伫咧墨西哥西部太平洋沿海溪流，一直到2018年才互人认定做是新的物种。也毋过，即马是面临着严重强烈绝种。好在墨西哥的动物园正咧积极进行复育。轻其他甲年起来，敢若指甲大细的龟，行无细字就会甲年死去。这个龟叫做沃格特党形龟，是全世界体型上细的正水龟。准讲上大只嘛，敢若10公分长。特点就是讲的伊的鼻仔会有黄斑，身价前半部也会当自由活动。求鱼龟壳的时阵会当风搁较密。墨西哥这间动物园最近成功捕出头一只人工培育的细只龟。Fue ahí donde nos comprometimos, decidimos asumir este compromiso en el cual el zoológico no iba a permitir que esta especie desapareciera de su hábitat natural. 沃格特党形龟一直到2018年才互人认定是新物种，佮以一个巴通学家的名沃格特来互名。不过嘛有人用发现的地点瓦亚塔港来互名，改叫做瓦亚塔尼龟。不过目前伊敢若生活伫个瓦亚塔港的市中心地区，当地阁是墨西哥上受欢迎的观光城市之一，真侪人伫活动，互因的生存受威胁，已经列入真紧绝种的物种。因为科学家对因的了解也真有限。伫这项保育计划当中，科学家敢来当靠经验，用人工繁殖这种龟。Existe muy poca información acerca de este ejemplar. Por ser de reciente descubrimiento, pues no hay estudios científicos que nos puedan hablar de cómo mantener tanto en vida silvestre como bajo cuidado profesional a estos ejemplares. Entonces estamos innovando. 拄啊捕出来这只细只龟，也有其他龟的兄弟姊妹伫个保温箱内等待捕出来。专家表示，若做一旦拢成功捕出来，毋但会当促进物种的保育，也会当加深学界对这龟的了解。记者由派准编译。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